Hello，大家好，我係溫博士，我係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嘅講師。今日好榮幸有機會喺度同大家分享乜嘢叫做自我關懷。喺我哋正式開始今天我哋呢一個嘅講座之前我哋不如都花一啲嘅時間，讓我哋可以揾一個舒適嘅位置，好好咁樣去安頓我哋嘅身體。你可以揾一個讓你覺得舒服嘅位置坐低，你亦都可以瞓喺地下上邊，或者好舒服咁樣坐喺梳化上高。坐喺樹嘅時候我哋可以將手輕輕放喺我哋嘅膝頭或者大髀上邊，輕輕沉低你嘅膊頭，然後合上你嘅眼睛，留意一下身體有冇一個嘅位置而家係覺得唔自然、唔舒服嘅。若果有嘅話，請你輕輕調節一下你坐嘅姿勢，讓你可以坐得更加安穩、更加舒適。然後請你慢慢將注意力帶去你嘅呼吸嗰處，留意一下你自己呼吸嘅節奏。呼吸嘅時候唔需要刻意快，但係亦都唔需要刻意嘅慢嘅，保持返你平時呼吸嘅節奏一樣，一呼一吸咁樣就可以啦。喺呢個過程裏面，你或者會有分心嘅狀態。假如你留意得到自己分咗心嘅話你可以先停一停，然後提醒自己將注意力帶返去我哋嘅呼吸上邊，咁樣做就可以㗎啦。而家我哋就用呢一個嘅方法，一齊去做5個嘅呼吸。吸氣嘅時候，留意自己正在吸氣；呼氣嘅時候，留意自己正在呼氣。吸氣嘅時候，留意一下空氣嘅流動；呼氣嘅時候，亦都留意一下空氣由鼻孔離開你嘅身體。留意一下吸氣嘅時候，空氣嘅溫度係涼嘅定係暖嘅呢？呼氣嘅時候又係涼嘅定係暖嘅呢？我哋就係咁樣再做多2個嘅呼吸，每一次嘅呼吸都讓我哋更加結連我哋自己嘅身體。而家當你準備好嘅時候，你可以慢慢張開你嘅眼睛，然後請你帶住呢一個平安踏實嘅感覺去繼續今天我哋嘅分享同埋我哋嘅學習。喺頭先嗰個好簡單嘅練習裏邊其實我哋已經體驗咗對自己嘅關懷。喺日常生活裏邊容許自己停低落嚟，好好留意自己身體嘅狀況。咁樣做本身就係自我關懷嘅體驗啦。喺2003年嘅時候，美國嘅學者 Kristin Neff 同埋 Christopher Germer， 佢哋喺心理學嘅範疇裏面倡議咗自我關懷呢一個嘅概念。呢一個嘅概念到底係一個乜嘢嘅概念嚟嘅呢？用好簡單嘅方法去講，自我關懷就係喺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可以用我哋看待朋友嘅方法去看待自己。喺呢一度，不如我哋嚟做一個小嘅實驗嚟。我哋邀請大家而家先去回想一下，喺你嘅生活裏邊有冇一啲你親愛嘅人，可能係你嘅朋友或者屋企人，佢哋喺日常生活裏邊都有可能會曾經有試過遇到一啲唔如意或者唔順心嘅事。我哋去想象一下，當呢一啲嘅朋友或者親人，佢哋向你哋訴苦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去回應佢哋嘅訴苦嘅呢？你會點樣去聆聽佢哋㗎？又或者你會講啲咩嘅說話去安慰佢哋嘅呢？又或者當你講呢啲安慰嘅說話嘅時候，你嘅神情、你嘅語氣係點樣樣㗎？又或者當你嘅朋友向你訴苦嘅時候，
你有冇一個嘅想法，就係你都想俾佢一個嘅擁抱，或者拍一拍佢嘅膊頭，或者緊緊握住佢嘅手，俾佢一啲嘅支持嘅呢？若然係咁嘅話，呢一個就係你對呢位朋友嘅關顧，你對呢位朋友嘅關懷。但係而家我哋試下用另外一個方向去諗下咯。如果今次唔係你嘅朋友遇到呢一啲唔順心、唔如意嘅事，而係你自己啦，你又會點樣去看待自己嘅呢？你會唔會同自己講呢一啲你會同朋友講嘅說話？講呢啲說話嘅時候，你又會用啲乜嘢嘅語氣去看待自己嘅呢？外國嘅研究發現呢，有好多嘅朋友呢，原來對人哋呢都會係比較寬容，對人哋係會比較容易有關懷嘅感覺。但係相反，對我哋自己嘅時候，或者當我哋自己遇到一啲唔如意或者唔順心嘅事嘅時候呢，我哋往往呢都忘記咗呢自己有關懷自己嘅呢一個嘅能力嘅。就係因為呢一個原因，所以咧喺2003年 Kristin Neff 同 Christopher Germer 就喺美國創辦咗一個叫做靜觀自我關懷嘅課程，希望喺呢一個嘅小組嘅活動裏面咧，去讓大家提升我哋內在對自己嘅關懷。根據 Kristin Neff 同埋 Christopher Germer 講自我關懷嘅學說裏邊咧，我哋發現自我關懷有3個好重要嘅元素嘅。第一個嘅元素係要覺知自己嘅狀況，譬如話，當你肚餓嘅時候，你知道自己肚餓。然後第二個重要嘅元素就係當我哋知道生活裏面遇到啲唔順境嘅事嘅時候咧，我哋會明白到呢一個唔係單單係我哋嘅問題，而係所有人都會有嘅經驗嚟嘅。當我哋知道自己而家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而且知道咧呢一啲係所有人都共有嘅經驗嘅話咧，我哋就有更加多嘅可能性，我哋可以好似看待朋友一樣咁樣去善待自己啦。所以喺 Kristin Neff 對呢一個自我關懷嘅定義裏邊，第3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用善意去回應自己嘅需要。總括嚟講，自我關懷3個最重要嘅元素係覺知當下，然後我哋有一個叫做共同人性嘅想法，知道唔如意嘅事唔係你自己所有嘅，係所有人都共有嘅經驗。然後我哋用一個善意嘅方式去回應。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可能當你工作到深夜嘅時候，你發現自己開始有攰同埋眼瞓嘅狀況啦。當你覺得自己攰或者眼瞓嘅時候，有可能因為有種種嘅原因咧，你忘記咗自己有瞓覺嘅需要。譬如話，你手上嗰個工作係非常之趕急嘅，可能係明天嘅早上就要提交俾你嘅上司或者俾你嘅同事。咁於是乎咧，喺晚上嘅時候，你發覺自己好疲倦，或者甚至想瞓覺嘅時候咧，你都用盡所有嘅方法去讓自己保持精神。就係咁樣，我哋忘記咗原來我哋都有要去瞓覺、去休息嘅需要嘅。以一個自我關懷嘅方式去回應咧，就係當我哋知道自己眼瞓嘅時候，我哋內心裏面可以話俾自己知，除咗我之外，原來其他人佢好疲倦嘅時候，佢哋都有眼瞓，都有想要去休息嘅需要。既然係咁嘅話，我都可唔可以容許自己有一啲嘅時間稍作休息，然後再去繼續我嘅工作呢？呢一個咧就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點樣去詮釋或者點樣去理解咧Kristin Neff 同埋 Christopher Germer 所講嘅自我關懷呢一個嘅概念。講到自我關懷，點解佢哋會有呢一個嘅概念嘅發生咧？就係因為佢哋希望咧可以為我哋咧提供一個更加健康嘅方式去回應壓力。咁乜嘢叫做一個更加健康嘅方式呢？可能喺我哋講呢一個嘅部分之前呢，我哋要了解一下我哋日常生活裏邊，我哋係點樣去回應我哋嘅壓力嘅。好多嘅文獻、好多嘅研究裏邊都話俾我哋知咧，當我哋每一個人遇到壓力事件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3個好經常會用嘅方法去面對壓力嘅。第一個面對壓力嘅方法咧，就係我哋會想盡快消滅咗呢個壓力嘅源頭。譬如話，你手上高嘅工作係讓你好大壓力嘅，我哋內心裏面就會有一個嘅想法，我哋不如快啲做完佢啦。又或者咧，我哋快啲將呢一個壓力嘅源頭咧，將佢消滅或者拒諸於門外。
另外一個嘅例子就係，如果你好似一啲比較怕醜嘅朋友，佢哋面對公眾説話嘅時候咧，佢哋會有好多有壓力嘅感覺咧。佢哋其中一個去面對呢種壓力嘅方式咧，就係盡量避免一啲要對公眾説話嘅一啲嘅場合。咁當我哋又用呢兩種嘅方法去處理日常生活嘅壓力嘅時候咧，有好多嘅時候咧都好 work 嘅喎。有好多嘅時候呢一啲嘅處理方法咧都能夠為我哋帶出一啲正面嘅果效嘅。但係我哋回想一下，我哋嘅生活裏面其實有一啲嘅壓力，可能係我哋唔能夠逃避嘅，亦都唔能夠咧一下子咧將佢解決嘅。如果長期處於一個又不能逃跑，而且又不能將佢完全解決嘅狀況底下咧，我哋就會出現咗我哋第三種嘅壓力方法，就係咧而家好多年輕人咧都會講嘅一種躺平嘅狀態啦。躺平嘅意思就係我哋內心裏邊感覺得到無力，冇一種嘅希望感，於是乎咧我哋就放軟手腳，處於一個咧投降嘅狀態。喺心理學裏邊，呢三個對壓力嘅回應咧，我哋統稱佢係一個叫做 fight、flight、freeze 嘅回應。呢三種嘅壓力回應方法，頭先提過啦。其實咧，喺某啲嘅場合咧，係可以好幫助到我哋咧，去短時間裏面咧去回應壓力嘅。問題就係，當我哋遇到嘅壓力，如果係唔能夠一下子解決，又或者我哋遇到嘅壓力，唔能夠可以用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就可以將佢處理好，又甚至乎我哋將呢一種壓力嘅對應方法，我哋無條件咁樣咧放喺我哋生活裏邊所有嘅範疇裏邊咧，慢慢咧就會造成咗一種病態嘅回應。而呢種病態嘅回應咧，好可能咧會為我哋製造咗其他更加多嘅壓力來源。於是乎 Kristin Neff 同 Christopher Germer 就倡議另外一種嘅回應方式，就係用善意去回應我哋嘅壓力啦。咁就係咁樣嘅緣故，自我關懷嘅概念咧就喺美國開始咗。可能你會問既然自我關懷係一件咁好嘅事，點解我哋亞洲人或者其他嘅文化裏面有朋友會覺得有困難去學習自我關懷嘅呢？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咧對自我關懷咧都有一啲嘅偏見或者係誤解。其中一個最普遍嘅誤解咧，就係覺得如果我哋學咗自我關懷之後，我哋咪慢慢對自己變得毫無要求，變得生活裏面咧變得好消極。但係咧呢一個完全係我哋對自我關懷嘅一個誤解嚟嘅，因為好多嘅文獻都話俾我哋知，學懂自我關懷嘅朋友喺日常生活裏邊，佢哋係更加積極。佢哋更加願意去步出第一步去解決問題，因為呢一啲嘅朋友知道，即使我解決問題嘅過程當中遇到困難、遇到挫折，我都有一啲嘅方式去好好關顧自己，好好去安撫自己，而冇需要咧選擇用逃避或者逃走嘅方法去處理佢哋。所以咧，自我關懷嘅人咧，懂得自我關懷嘅人咧，喺日常生活裏邊咧，佢哋係更加積極去解決問題嘅。另外一個好常見嘅誤解就係，當我哋學習自我關懷嘅時候，我哋會唔會變得越嚟越自私、越嚟越自我中心嘅呢？好多嘅文獻話俾我哋知，懂得自我關懷嘅人咧，佢哋對其他人咧都同樣地有同情心同埋有憐憫嘅心嘅，因為佢知道別人嘅苦同我哋嘅苦基本上係同一個嘅經驗。換句話嚟講咧，當我哋知道原來我哋同其他人都一樣嘅時候，所以我哋會明白到我哋每個人咧都會有機會遇到啲唔如意、唔順心嘅事。於是乎，我哋對別人嘅關懷、對別人嘅諒解咧，就係咁樣而產生出嚟嘅。所以自我關懷喺文獻裏邊，或者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邊咧，佢係一個最比較健康，去讓我哋可以咧去回應生活裏邊各種壓力嘅一種嘅方法。講到呢一度，可能你都會想問到底我哋有啲咩嘅方法係可以培養我哋嘅自我關懷嘅呢？根據一啲嘅科學嘅文獻咧，我哋知道咧，培養自我關懷可以有幾種好簡單嘅方法。第一種方法就係多加留意自己嘅狀態，可以透過一啲嘅 mindfulness 正念靜觀嘅練習，或者其他類型嘅靜修嘅練習，去讓我哋更加留意自己嘅需要。我哋亦都可以咧透過語言文字去培養對自己嘅關懷。譬如話，你有冇試過喺你遇到困難嘅時候，為自己講一啲正面嘅說話，
或者為自己送上一個嘅祝願嘅呢？若果用文字或者用呢啲嘅說話可以讓你鼓勵到自己，可以讓你可以面對困難嘅時候更加輕鬆自在嘅話呢，咁樣做亦都係一個自我關懷嘅方法嚟嘅。又或者有冇朋友試過，當你喺生活裏邊遇到困難嘅時候，透過你內心裏邊嘅一啲嘅想像，去讓我哋自己得到舒緩或者釋懷嘅感覺嘅呢？舉個例俾大家聽下。喺我日常生活裏邊咧，如果我遇到一啲嘅困難嘅時候咧，我都會諗起我媽媽嘅。因為當我每一次喺腦海裏面我諗起我媽媽嘅時候咧，我都會感受得到佢我好細個嘅時候佢對我嘅嗰種溫暖或者支持嘅感覺。所以咧，透過我哋嘅意象咧，都係另外一種咧，可以讓我哋喺生活裏邊體驗自我關懷嘅方法。但係咧，意象除咗係人物之外，我哋亦都可以想象一個讓你覺得安全或者舒適嘅環境，讓我哋喺面對困難嘅時候咧，我哋腦海裏邊咧有呢一個我哋所謂嘅安全嘅區域啊，或者咧我哋嘅避難所，其實亦都可以嘅。下一次當我哋喺生活裏邊遇到困難嘅時候，你不妨試想像一下，喺腦海裏面去幻想一個讓你覺得安全、覺得舒適嘅環境。呢一個嘅環境咧，可以係一個天馬行空嘅地方。舉個例，可以係雲嘅上邊或者深海嘅裏邊。但係呢一個咧，亦都可以係一個好實在嘅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嘅屋企、你嘅睡房，或者咧你最喜歡嘅呢一張嘅梳化嘅上高。透過意象，我哋亦都可以咧，讓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咧，不時咁樣去提升我哋自我關懷嘅能力嘅。另外一個好多朋友都覺得好新奇嘅方法去學習或者去培養自我關懷呢，就係透過我哋身體嘅觸摸。唔知而家睇緊呢一個短片嘅朋友有幾多位朋友係喜歡去按摩嘅呢？有冇試過喺你遇到困難嘅時候，你嘅朋友輕輕拍一拍你膊頭，或者俾一個擁抱你，喺嗰一刻你又會發現內心咧有一種舒暢或者平安嘅感覺。有冇想過點解一個咁簡單嘅身體接觸就讓你可以有舒適嘅感覺嘅呢？科學嘅研究話俾我哋知，原來咧當有一個嘅身體嘅接觸嘅時候咧，我哋身體裏邊咧會發放一種叫做催產素 oxytocin 嘅荷爾蒙。呢一種催產素嘅荷爾蒙咧，係我哋人作為哺乳類動物裏邊一種好重要，讓我哋感覺得到心靈平安嘅荷爾蒙嚟嘅。因為喺過去嘅文獻裏面，我哋發現咧，當我哋感覺得到我哋係團隊嘅一部分，或者咧我哋係一個群體嘅一部分，又或者我哋感覺得到我哋與人相連嘅時候咧，呢一種代表住安全、代表住安穩嘅荷爾蒙咧，就會喺我哋身體裏面發放。所以咧，好多朋友響親愛嘅人或者親愛嘅朋友同你抱抱之後，或者咧響你接受完一個按摩嘅服務之後，你會覺得身心舒暢，極有可能就係因為呢一個催產素嘅荷爾蒙嘅效果啦。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利用同樣嘅方法，利用我哋自己嘅雙手咧，去為自己咧製造每一天我哋身體裏面都需要嘅呢一種嘅催產素。講咗咁耐，不如咧我哋嚟做一個體驗。喺嚟緊嘅呢5分鐘嘅時間裏面咧，我會想向大家介紹一個嘅練習。呢一個咧，我哋叫做舒緩觸摸嘅練習。呢一個舒緩觸摸嘅練習就係嘗試讓我哋嘅雙手去接觸我哋唔同嘅身體嘅部位，然後讓我哋留意一下雙手接觸自己嘅時候，我哋能夠有嘅感覺。好多嘅朋友咧，如果第一次接觸呢一個練習嘅時候，可能佢哋都未必馬上會有一啲好良好嘅感覺。不過咧，呢一個亦都唔重要嘅。即使你而家馬上冇一啲好好嘅良好嘅感覺嘅時候，但係只要我哋每一天願意花一啲嘅時間接觸我哋自己嘅身體，我哋慢慢咧就會培養到我哋對身體嘅連結，慢慢就會讓我哋身體裏面咧有更加多嘅催產素咧發放出嚟嘅。好啦，喺我哋去做呢一個練習嘅時候咧，我哋邀請大家揾一個舒適嘅位置坐好。進行呢個練習嘅時候，我哋最好可以揾一個安靜嘅地方，讓你咧唔受外界嘅騷擾嘅。當我哋熟習咗呢個練習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再
擔心我哋會容易受外界嘅滋擾，而可以好輕易咁喺日常生活裏面咧都能夠進行呢一個嘅練習。開始呢個練習嘅時候，請你揾一個舒適嘅位置坐低。坐喺樹嘅時候，留意一下你嘅腳板係咪可以完全得到地下嘅承托嘅。留意一下你嘅腰同埋背部係咪喺一個垂直嘅直線上高，然後輕輕沉低你嘅膊頭。開始嘅時候，雙手可以放喺大髀或者膝頭嘅上邊，雙眼你可以輕輕合上，你亦都可以咧半開合，甚至乎完全打開眼睛都係可以嘅。當你準備好嘅時候，請你跟我哋一齊嚟做3個有節奏嘅呼吸。呼吸嘅時候唔需要刻意快，亦都唔需要刻意慢，按照你平時呼吸嘅節奏，一呼一吸咁樣就可以啦。當你可以安頓好身體嘅時候，你會發現咧，腦袋亦都會跟隨安靜落嚟嘅。當你嘅身心都準備好嘅時候，我哋馬上就可以開始呢一個舒緩觸摸嘅練習。開始嘅時候，你可以嘗試一下將一隻手嘅手掌帶喺我哋胸口嘅上邊，感受一下你嘅手掌同胸口嘅接觸，感受一下手掌帶到畀你胸口嘅感覺，可能係手心溫暖嘅感覺，可能係手掌掂住胸口嘅時候，接觸到佢嘅時候，感覺得到嘅感覺。如果你覺得合適嘅，你可以輕輕拍打，甚至乎咧輕輕去按摩你嘅心口。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你可以將另外一隻手嘅手掌都放喺胸口嘅上邊，留意一下將雙手放喺胸口上面嘅時候，你依家有嘅感覺，不論係好嘅感覺、唔好嘅感覺，或者可能係冇感覺嘅感覺，我哋都嘗試去留意下佢。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你可以試下將其中一隻手嘅手掌帶去我哋小腹嘅位置，感受一下咧，將雙手放喺胸口同埋小腹嘅時候，你有嘅感覺。然後你可以慢慢按照自己嘅需要，試下將雙手都放喺小腹上邊，然後讓你覺得合適嘅話咧，你可以試下將左手放喺右邊嘅手臂，右手放喺左邊嘅手臂上高，你可以輕輕按摩一下自己嘅手臂，可以拍打一下自己嘅手臂，或者只係輕輕咁樣將你嘅雙手放喺手臂上高。
將雙手放喺手臂上高嘅時候，感覺就好似同一個好朋友擁抱嘅時候一樣。又或者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你可以將右手慢慢放上去左邊嘅膊頭，將左手放上去右邊嘅膊頭。你亦都可以嘗試一下輕輕拍打自己兩邊嘅膊頭，就好似你安慰朋友嘅時候一樣咁溫柔。到最後咧，我哋想邀請大家試下咧，將你嘅左手拖住自己嘅右手，感受一下自己拖住自己嘅時候，你身體裏面有嘅感覺。或者可以想象一下，而家拖住嘅係你好朋友嘅手，係你親人嘅手。若果你覺得合適嘅話，你亦都可以咧試下將手放喺唔同嘅身體部位上邊，去留意觀察一下。將手放喺唔同身體部位上高嘅時候，你有嘅感覺。若果身體上邊有一個嘅位置，當你將手擺上去嘅時候，係讓你覺得溫暖，讓你覺得平安、輕鬆自在嘅話咧，我哋就讓自己花一啲嘅時間喺呢一個身體嘅部位上高，讓我哋咧可以好好體驗當下呢一刻，你自己能夠俾到自己嘅呢一種安穩、放鬆、自在嘅感覺。若果喺呢個嘅練習嘅過程當中，你未能夠揾到一個身體嘅部位，讓你有呢一種舒適嘅感覺嘅話咧，你亦都唔需要介意嘅。我哋只要養成一個嘅習慣，每一日我哋都花一啲嘅時間去好好接觸我哋自己嘅身體。咁樣做咧，本身就係對自己嘅自我關懷嘅一個嘅體驗。喺以後嘅日子裏面咧，若果你嘅身體上面感覺得到有壓力嘅感覺，譬如繃緊，譬如一啲緊張嘅感覺，你亦都可以試下將手放喺呢一個有感覺嘅身體嘅部位上高，希望咧佢可以慢慢放軟落嚟，放鬆落嚟。喺完結呢一個嘅練習之前咧，我哋好好咁樣喺內心裏面咧感激自己。感激自己今日花咗精神時間去進行呢一個嘅探索，嘗試透過自己嘅雙手去為自己提供呢一種輕鬆自在嘅感覺。喺今日嘅呢一個短講裏面，我哋開始嘅時候提過，自我關懷係一種比較健康去面對壓力嘅方法。我哋清楚知道，自我關懷有3個好重要嘅元素，包括係覺察當下、共通人性同埋善待自己。我哋亦都學咗2個好簡單嘅練習，讓我哋可以透過呼吸同埋身體嘅接觸，喺日常生活裏面咧去培養我哋嘅自我關懷。當然，要喺日常生活裏面建立一個自我關懷嘅生活態度，並非一日可以建立得到嘅。我哋係需要一啲嘅練習，需要一啲嘅耐性，我哋先可以慢慢由一個唔太自我關懷嘅狀態，變成一個更加自我關懷嘅自己。不過我想大家知道，喺呢一個嘅過程裏邊，你並不是孤單一個嘅。我相信有好多人一齊睇緊嘅呢一個嘅短片，同埋有好多人曾經參加過我哋之前各種類型嘅收集，呢一啲都讓我哋知道喺自我關懷嘅呢一條路上邊咧，我哋係彼此同行。希望今日呢一個嘅短片可以讓你更加明白到乜嘢係自我關懷，同埋可以更加明白到自我關懷嘅修行嘅方法。希望喺以後嘅日子裏面咧，我哋有更加多嘅機會同時間可以同大家分享有關自我關懷嘅一啲嘅知識同埋一啲嘅技巧。咁我哋今日嘅呢一個短講就到呢度為止啦，多謝大家。